大家好，歡迎回到我的頻道。今天我們要來學熟字的倉頡輸入發拆碼。首先，倉頡拆字有一個很重要的規則，就是把一個字分成字首跟字身兩部分。字首最多取2個碼，取首尾；字身最多取3個碼，取首、義、尾。先來拆字首。字首是前面的部分，規則是最多2碼，取首尾。所以熟的字首就是第一個碼卜，最後一個碼目，然後是字身，剩下的部分。字身規則是最多3碼，取首、義、尾。所以字身的3個碼分別是大、公、郭，把它們組合起來，熟的完整倉頡碼就是卜木大公郭。如果你覺得這個教學實用，記得按讚、訂閱、開啟小鈴，我們下一題再見。